所以有的劝粮食嘛，买的是劝粮嘛，先给去入了，捐助多少钱？还是吧，打完下来钱。这个自己该修持的自己的佛法，好好的去修持，不需用批判与违反他人的教派。当然呢，对于他人的宗教，我们只能修倾向。要所以劝那么大钱没交钱，这不是看你的，哪怕你有钱，反正就劝的时候你捐家的劝的时候你辛苦的话，非常不了。好，自己呢没在修持清净的正法，而到处乱抓，这边抓一个，那边也抓一个掌，到头来就变得说对诽谤这个可以说诽谤这个佛法那个佛法，这样的话是不对的就是话，他去2年前的，剩2年前的印章，那么的7个捐做了哪里？好，修持佛法是修持在你内心上，而不是在外在上面这个讲他的故事这样。恰当的话，去入的，然后就处理起来要不就你要买。因为嗔恨、嫉妒这样的情况下，在不同的教派互相这个诽谤，这样是都是不正确的。说那个确情要吧，我们都是在修持法。确切的恰当帮助的生活的话，恰当呢，也有些生活的话，在修持佛法的时候，需要断除憎恨与嫉妒。修持佛法并没有说需要憎恨跟嫉妒要让自己梦成起来。佛没有告诉我们说，佛没有告诉的人经典里面说，贪嗔痴一定要培养才对。那佛说呀，贪嗔痴一定要断了，什么时候断？现在开始，从今开始，马上断，才能够有机会得到成佛的一个机会。这个叫做真正的修行佛法。这个店恰当结束要不要买？依佛法增长了自己的贪嗔痴的话，那是不好的，不正确的是吧？这一张你得学会了说的商业的收入因，那商业的就拿到了钱，挺要第一点马当要嘛的，人收入呢根据嘛的。好，这呢是一个佛教的修持佛法这个可以说清净的修持，这个呢是一个可以说没有什么不足的，这样修持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并不需用违反他人的宗教。